基金會主席吳榮樂表示，團體利用基金會嘅年度開支製作刊物並唔會被審查，又表示當中唔涉及濫用公帑嘅情況。高連敏報導。對於立法會選舉期間有團體利用澳門基金會嘅年度開支製作介紹候選人嘅刊物，當中有冇涉及公帑被濫用嘅情況？基金會主席吳榮樂回應嘅時候強調，基金會完全唔會支持任何一個選舉團體做宣傳工作，又話呢一份刊物只係俾街總嘅年度開支，同群力冇關，認為當中唔涉及濫用開支嘅情況。人哋有人濫用咧，係人哋嘅事，唔關我哋。咁你認為佢有冇濫用你公家嘅？因為點解咧？唔算濫用，因為我哋俾嘅係街總，而家宣傳嘅係群力。咁啱兩件事嚟嘅，嗰兩件事嚟嘅。佢用咗之後，佢唔啱，我哋唔關我都冇辦法，因為我哋俾佢咧，第一問責自負，我哋俾錢嘅係街總年度費用，並唔包括選舉，更加唔會俾錢俾群力去宣傳，肯定唔會。佢話團體利用基金會嘅年度開支製作刊物並唔會被審查。又話對於呢一次事件表示關注，認為有需要檢討基金會日後嘅開支運用。澳門電視台記者高連敏報導。